本嚟要掟嘅抱枕，乾淨了。熊孩子嘅災難現場，乾淨了。洗衣機收唔進嘅地氈，乾淨了。你以為佢只係一台簡單嘅蒸汽清潔機 ？No， 佢係一台能搞定全屋清潔嘅萬能管家。做媽嘅都明㗎，每天唔係呢灑料，就係嗰潑料。以前真嘅洗到麻，依家呢，直接淡定嘅逃出呢個清洗機，先噴水溶解污漬，再用刷頭把髒水吸出嚟，成個過程還挺解壓嘅。還有床墊上嘅陳年污漬，以前根本唔敢閃，驚吸唔乾水分殘留，反而發霉。依家呢，16000帕嘅大吸力，一頓猛吸，吸完就接近半乾，再也唔使擔心發霉嘅問題了。還要重點誇誇佢嘅蒸汽功能。小朋友滿床嘅玩偶，很容易積灰床滿，定期用佢蒸一蒸，消滅一下菌菌滿滿，就安心好多啦。廚房污漬都唔使頭痛，直接上蒸汽噴頭刷刷兩下，污漬就溶解了，一刷就乾淨。平時呢用嚟洗個小白鞋，高溫蒸汽比家裏除個味，也都係基本操作。講真嘅，用下嚟才發現，布藝清洗機真嘅係人類之光，邊度裝料隨手就能處理，唔使拆唔使搬，冇乜係掛幾下解決唔了嘅。強烈建議各位有娃家庭都備上一台，你會返嚟借我嘅，依家就嚟依雲有望官網購買吧。